咱来听故事。快点！来咯！哎呦，人个是咪去倒位去呀？无伫遮，无伫遮，敢有伫倒啊卡？无呢。哎呦！哦，这盆花足水的呢，迄看起来面色啊面色，这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哪个有找到啊啦？一定哦，是这个客厅哦，伤简单叫我发现啊！那无好，咱找一个新的所在来秘小找。好，咱一定要假做秘小吹大王。你家应该都袂好找到啦。大姐，你看，迄个咧叮当呢？哦，这是。你好，我是欧大爷。哦，我俩准讲你真正是妖啊呢。伊根本就是秘小吹大王。哦，拜托，是阮做地主。阮想要做秘小吹歌手。无问题。第一招优雅，爱合适手叶啊，爱有优雅的姿势。第二招自在，爱合适手叶啊，爱有随风飘逸的能力。第三招袂叮袂当。啊？莫叮当，拢无叮当。上重要的是，规身躯的色水爱甲环境共款。哦，你真正完全拢无叮当呢。学起来。袂叮袂当。大姐，妮妮啊，大姐，妮妮，人咧那。我你惊死！哎呦，真够味呢！哎耶，阮就是秘小吹大王。多谢欧大爷小姐。欧大爷。